3、很有挑战性，非常非常立体的角色。公办其实我有很多是挺自我嘛，买就唱台歌唔面房的一成样的。天地的万样天地间，片头当然，导演希望有点气势，然后有一点要叙述这个吴林芳的一些事情，所以通常片头都是要震撼一点，这样大家才会把那个电视台转在那一台，说发生什么事了，稍微看一下，所以这是片头的功能。第100从客家的歌啊，有迄个嘅连续剧演的主题曲，无咁简单，因为客家歌啊，特别拄嘅音嘛，然后嘅银行嘅曲哈，全部标强啊，无咁简单呢，以前全部可以安尼唱当中当简单无呢，入来唱，因为也有我有安尼安用嘅感觉当中来唱出来。不过我相信有导演啊，佢都前面先讲嘅团发，以后将唐东来唱歌安尼。好，大家按这些导演，然后来加动多分。因为演那部戏係就非常有意義、比較沉重嘅一個戲。咁呢主題曲如果前面呢有咁的一個有意義嘅橋拍呢，咁整個戲看出來呢就會比較很穩重，很有力量。有希望。捱到。都係流浪者，因為流浪，故所堅強；因為冇土地，故所到來位就係故鄉。生命就像春蠶，要經過磨難，才能夠綻放光芒。每擺嘅機會都要堅持，每一個機會。都係希望。那團嘅感覺其實就係我對客家人嘅民族嘅一個展現，然後演一部戲裏度嘅一個劇情，那個男主角嘅一隻人生嘅一種嘅過程，然後嘅思想啊放喺我嘅劇拍裏面。有時候就係對一部戲對客家對吳林芳嘅想法。好，因為做配樂的就是靠看畫面在感覺嘛。其實一個小小的熒幕裡面的左下角、右上角，那後面有什麼東西？一片樹葉掉落，男女主角臉上的一點點的表情，嘴角笑一下，頭歪一下，對我來講都是下音樂的點。每一個音樂都是對着畫面去寫的，所以它的起承、它的動作、它的每一個 sign， 在音樂裡面都會很清楚的有出現。這樣，在第4集，幾乎全部3/4都是他跟姜婉的戀愛，就是愛情的這個在發展，所以在整個第4集裡面的音樂，就是大概是20集裡面最美的音樂都在那個裡面。
三位。对，只有这一句才是这样。这边我会念。假讲地头，强上一支，一支在飞，自拍脚下嘅土地，莫上头摆，莫讲高希，假讲太多，但枪温度冇注射。就係因為老祖公有一種唔滿高興、唔想未來講行就行嘅勇氣，能本來我哋睇下土地方嘅安定。雖然頭人講我哋都係流浪嘅人，唔過乜嘅係故鄉，唔都係認真流浪客。祖國五林坊最裏面總算一道有誒，凡是夢想也可以名如蘇黑的邦獎嘅戲，對劇組所有人來講係一百路嘅必成功，做唔得從來嘅挑戰。所以就會火花下來以後，它就整個燒。對，沿着下面，砰，這極速的這個極速，三個。今天晚上有準備很多的爆破，看看，圍起來就是有火，這邊就禁止人家抽煙過來，很危險。你看那個桶子都是裝汽油的，那個都是放汽油的，那今天晚上都要爆掉，要燒掉。然後這邊有強力膠，還有柴油，等一下有6噸的消防車會來，萬一火不好控制，我們就用消防車來灑水。主要是大家安全重要。再看第一年的。不錯，你小戲多少錢呀？講真嘅小事啊，假嘅小事。亂講，都係買假嘅，迄真係係招致父母，佢唔是講啦，佢消防車啊，嘛佢全部去準備好，是講。這邊有一隻胖嘅啊，那邊沒有胖嘅，全部搭在那裡看戲嘅嘛，還有燈嘅哦，像看天一樣啊，咪可以啊種嘢。唉，我放小事嘅，規家人帶嚟看戲啊。哇！OK 蹦這樣貼。這次既然是找那個色幕。就是用那個火藥加電線下去。對對對對，等一下看就知道，會場大。火海嗎？火海。好，交出來好吧。
后期从来就唔轻松，建议平林的山当方能唔突围，仍然稍微跳热破八度。导演，等下夜戏要干嘛？跳水。冰女跳啊？林芳，不是他自己跳吧？他自己也有跳。所以等一下是一开始是替身跳，然后他自己跳，然后到我跳。光学知道。如果养生的话就还好，不小心就靠你了。好了，原来位置。还是靠善伟好了，我只能跳这个镜头而已，正面我没办法帮忙 ，sorry。所以要一次 OK 吗？我希望，因为太多次我会很冷。来了，5、4、3、2。放2下，多放2下。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好。其實阿哥對當唔會跳下去啊。跳怎麼辦？你跳怎麼辦啊？阿哥呢，其實係咩幹嘛？講係馬會潮水，係教我嘅聽係即係跳係咪嚟會演戲？唔會潮水啊？冇馬會，唔會玩戲啊！冇可能，冇可能。會講哦？會啊，當講嘅。一模一個。當狗啊，我當講一冇聲音就故意跌下去嘅咧，哪有這個安尼當？哈，能講一倒多安尼？拄好，一般的身體都我冇，給一冇聲音就下去。一次來吧。我自己啊，我對不起我自己。好嘅，哎。是大小姐。你袂当看水啊！你袂当看有水啊，看有水滴。啊！往前放！拖起来让感觉啊！是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右前快点来！我不要，很多的。庆功茶还有我到庆的。如果那个被打好几枪的那一种，那不是身上还有很多血？抬头，看着前面那个不该。我好紧张。3、2，后方。哇，还好啦，爽啊！我耳朵差点有耳鸣呢。
爸爸杠上。累的戏，比打戏还累。那先放到那边就好，不动。好，不动。身心俱疲，身体嘛跳，心理都嘛跳。拉着他，这样吗？从那边靠近一点点。我来讲啊，我没怎么跟冇事啊。讲啊！唔聽走。好嘅哦，冇咁滿嘅哦。我滚的，没事啊，你做乜啲啊？冷静点喂，都是拍现在情绪最重的戏。係啊，嗱沒事啊。幸好是放在後面，大家很感動。岳军过右边点。换场。各位休息一下，准备结婚了。快在这来。来，陈先来过。这边有水，那边有水。我们又哭又笑的，好像神经病了。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因為心情唔係同好。做乜嘅？做乜嘅？因為上一場撲叫戲，呢一場就係撲歡喜嘅戲，神經病啊！師門六親來接戲，師門六親來接戲，公報太太顯寶來，老太太顯寶來。剛我嚇到，我剛剛崩了，嚇到。有没有觉得自己变邯郸爷？哦，真的。太夸张了。昨天一个晚上就背好台词。其实就2句而已。2句，那为什么讲那么紧张？那是因为我紧张啊，就是最紧张啊。因为一个香港人，一个闽南人，你都可以把客家话讲得这么好。要，敢唔敢？不有。骄傲的爸妈。其实，如果骄傲的爸妈，我就要担心了。我们2个客家人怎么生出闽南人跟香港人？所以都不是我们生的，是我们染坊的工人。他是我朋友阿汉生的。他是我死对头阿东生的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就一考。用做在安用。来欢喜了。我就会一直乌龟啦。做到強強會扛唔贏，又會趕進度，唔到啲嘢，大家就眼看歡喜。我要鏡頭前我要唱歌。睇細場今年發生嘅事情，唔都看得出協議水戲有影響到嘅。唔睇你講乜咩？唔睇你戲底都會贏，你唔睇你工作人員。而且以後沒有什麼機會出古裝頭。而且顧數兩萬咧，總算比唔貪得離開聯邦嘅所有嘅東西。大一起3個多月，每天都見面，突然間要分開，真的。客家人嘛，就這麼熱情。石場推表結束，也表示愛分開。戲說人生，記得講再見，再見如會還有機會再過相見。拍戲過程當中嘅所有困難同樣樣都會過去，不過留下嘅作品也留戀了所有人付出心力嘅評價。
家，干杯干杯！